雄心呐！台湾头一个连水会的节目，快来了，云霄！啊，我嘛要行。哎，出来！没，这靠分，白装白抓，我爱叫乌抓，当抓出名，台湾出大抓，嘎！台语名叫做破家囡仔。叫啊菜头啊西芹，白口龟、青口龟，茭白笋、油米笋、芦笋，白泡泡、幼咪咪、电扣扣、爽歪歪，破下吹落。我感觉这是咱节目的一个效果。我下礼拜要比这礼拜台语更较厉害。高主任，我介意你。无可能吧？恁大妈唔是40档啊？也有加抓，你知影迄有心的，搁会陪你。我若知影，哪会搁伫这？你的动作、你的道具，拢互完成一个真好看的一个表演。哦，继续努力拍拼。每礼拜六暗时8点，公视台语台，talk 小台语。